大家晚安。哒啦啦啦，今仔日天阁是光的，所以大家熬早。明仔熬早，后晡熬早，阁中山熬早。足欢喜，今仔日要来起庙啊！大家敢有看到这间庙？哈哈，已经起好啊！毋是啦，嘿，这是陆心大要伫游戏内底起的哦。哒哒哒，大家敢听得到音乐？明选熬早。嘿嘿，即马就随要开始咱的游戏。嘟嘟嘟，今仔日先起一个地图。恁敢有耍过这个游戏哈？就是其实无啥耍过游戏，啊毋过，一开始就出代志，伊是安怎袂叮当哈？啥才就有厝咧？搁有有猪，都有猪。迄是敢是猪 ？Max Pass， 熬早，咱敢是初见。有食物，对啦，有食物。奇怪，啥呢？啥那我的手已经摕猪吧？头拄敢有创啥？对啊，今仔日较早开台。啥物等下？啥那我的手即马就有猪吧？恁看，猪吧呢？我头拄敢已经头拄敢有，就是。奇怪，今仔日还袂食饭，毋过陆心3点的时阵有食下晡茶。对啊，你也熬早。这是羊仔是无？恁敢听得到羊仔叫的声哈？咩咩咩，足够水是安怎？无我想讲，伊足古水，想要甲摸一下。是奇怪，是毋是啊？咱今仔日是要来起庙呢。我遮尔抬遮尔侪猪，抬遮尔侪动物。对啊，奇怪，我就是想要甲摸一下，伊是安怎就变做猪吧？好啦，我先毋通甲你摸。咱要来起庙，敢是就需要一个平平的所在哈？遮拢是山，无起伫山。乌色的啥物货？啥物货？等下，伊敢是变大只？伊敢是变大只？恁敢有看到伊雄雄变大只？伊是伊咧食草啊是无？是因阿母是乌的，囝是毋是啦？是因阿母是白的，囝是乌的啊？看起来这细只羊仔囝
这是哈纸巾，暗暝狗仔，初健康，初健平安。咱来找一个，等下，这啥看起来？这啥呢？这落去就无法度搁起来啊！吼，看起来足悬，唔通骗我！等下，啥呢？这嘛这真正伤悬啊呢！毋过，咱是要伫倒位起庙啊？头拄遐有足侪，试看觅，有时暗暝狗仔。等下，竟然会死去！我已经是，这是游戏。放水就会当落去，放水，我即摆处理，敢若肉，而且我巴肚枵啊，敢是巴肚枵？就先无法度接受巴肚枵，先来食物件，这青敢会当食？爱先有水桶，等下，对啊，我手敢若肉，啥？啥老减一粒？我的爱心啊，有砖头。这个先生是，去因兜？这敢是灵啊？这莫拍。嘿，伊有无啊呢？一滴无啊呢？恁敢有看到一滴无啊？啥伊直甲我看？会死！莫甲我拍，莫甲拍啊！所以这是因饲的牛仔是无？正面会痒，等下，等，伊是安怎食青肉？青肉嘛会当食尔？就菜，就是慢庙外口嘛想要放者。嗨，青肉有毒。一滴无啊，会出古水呢！是安怎个你有无啊？什么货？伊甲我下转来，恁敢有听到？所以敢会晓甲我讲话？嗨，毋是，咱即摆要去？咱即摆敢是爱先挂茶？测茶，伊敢若会晓下，毋着甲我共款。我嘛是，暗会安那？暗会足暗是无？伊敢若会晓下，我嘛敢若会晓下，伊个会晓测茶做羊仔毛，我头拄无说你甲羊仔摸一个，伊就死去啊！嘿，因兜地毯，啥物会当变做胖？就心上介意甲所有物件拢变做胖啊！拢变做假物。猫啊，看起来足好食。无去啊。猫仔咧，
是要找一个空旷的所在去厝。啊对啊，暗时会足暗。这，啥遮拢无带人啊？伊咧困，伊咧困，伊咧困。我会当一直甲叫起来。毋是，胖呢？胖，头体，我甲借啦。甲借胖食者。我会当困。哈？你唔免困哦？啥物？困一切就天光啊？那安尼，就心敢会当家己的梦床直接？就心有家己的梦床啊？招一个啊，就像迄个孔雀的毛共款，拢是招一个衫呢，衫。啊，毋过就先即摆就有穿衫，这会当骑马是无？是伊。你敢看就是这会当，有足侪马啊！哇塞！看遐囡仔耍吼，有一点仔心着啦，就是所有的物件，就是甲落入去迄个空内底，就会变做别项物件，对无？茶放入去啊，已经变做。毋是啊，我即摆就是咧找所在起庙呢。啊，因遮已经起甲安尼啊，啊是就先来遮起啊。毋是做菜啦。这种菜我真正足介意。咱来甲庙起伫遮刚好。起伫遮顶面迄座香蕉仔厝。等下，咱先来。等下。起庙，啊好，起庙，搁爱看方向。什么声？一个空，还是庙起伫内底哈？哎呦，足乌的。等下，头拄仔是为倒位来的？毋是啊，毋是，遮紧就胖去啊哦！毋是啦，等下，毋是，我即摆。我无会啊，毋是啊，我是我看到一个新朋友，看到了我，遮对无？歹势啦，我等下就去起火。有啊，我找到了啊。头拄仔看到一个小儿，咱敢是初见平安。搞早，会，先来，
石头。对啊，这恐怖的呢！谁那这遮尔危险哈？免费暗晚搞早，这有会啦，这有会，这有摕一支火。安尼就火啊，两支手，一支手，一支火。真正是救命呢！毋是啦，迄路边捡的啊。这上鸟语，我头拄仔无说你甲所有的插头拢变做一支一支啊。先穿衫，安尼敢是代表头拄仔无穿衫？等下，是安那？是安那？毋是，已经要过第2暝啊！救命！Ruby 阿妈，爱较细声的 ，Ruby 阿妈。敢若看会着食物，即马先来做，我头拄仔插头，我头拄仔，你袂使安尼雄雄袂叮当呢，等下吼。头拄仔陪正甲，头拄仔做的迄个工作台，阁无去啊？对啊，嘿嘿。人生相空话。对，Ruby 就细声一句尔。要做工作台啦，这也是早伫身躯顶较好吼。就先食胖，对呢，等下食胖以后啊，合成的。有需要才做，安尼嘛是袂歹。头拄仔做的迄粒咧，敢是头脑无介好？是安那？兔仔牛仔，低头？毋是啦，这是鸡啊，鸡啊，鸡啊。我们呢？去啊！报头，嘿！这下当，着爱起厝，就是爱起厝，按了才得，嘿！这着足无病啊，是要安怎起厝啊？要安怎起庙？食啦，好无？靠海啊！鸡啊！嗨啊！所以就先袂使甲摸哦。卡拉哟，卡拉。对啊，谁让伊懵者就死去啊！我毋是调工的呢。
先放遐好啊。那安尼就先即马要甲即片地开互，敢会当开互白？哒哒哒 ，N B 度，喂，哈哈。这若起上会发生啥物代志啊？哈？你要招啥物人客？请问一下，借问一下，你要伫我遮创啥？遮侪图啊啊！迄只凯拉遮紧就浮去啊！那安尼我要做偌济浮啊？啊，还是我会当先来乌石头？吐是安尼吐，啊乌是安尼乌。有讲哪无讲呢？啊，毋过天阁要乌啊呢，啊，毋就好加在头拄有一个门窗，啊是其实天乌嘛无要紧啊。插一支火伫遮，嘿，变光光啊！哥哥哥，我袂当甲你摸，无你就会死去啊！啊，足水诶！啊是安那？日头沉落你海内底啊！喂，爱乌石头，啊，毋过才有石头无？先搁做一支会当较涂的好啊。乌一个磅空，啊，无要，啊是有淡薄仔暗，啊是我先真正先困一下啊。哈？等下才搁讲好啊。足侪星呢！迄敢是月亮？乌一个磅空，对啊，天星呢？K K 暗暗，对啊，星足水诶，鸡仔嘛足水诶。一根儿，卡拉，我有卡拉会当甲讲啊。Zombie， 鸡仔啊，就是想讲，青色的人，哟，啊，看起来就先伫游戏内底，嘛是会当，这个吐好白，就是哪有歹，就是想讲伊安尼会当较紧去投胎啊，食物件要咬死啊！搁食肉？哈？食饱就袂当搁食哦？这个陈律师应该是假的哦。无就是一直拢无食饱的感觉，伊啥啊遮紧就食饱？嘿，甲电搞做伙，有啦，
啦，等下就会当有家己的火啊。爱乌迄个团乌色的石头。啊，就想讲，乌足久。啊，蜜蜂仔们做石头的，做一支石头的，无拢足紧就歹去啊！啊是其实石头的嘛会足紧歹啊！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嘟嘟。啊头拄仔乌的空咧，奇怪，是安怎？是吼？什么会后面？哎呦！你敢要甲我？一直甲我对呢？伊敢找着我？啊哦！我人徛伫遮，就会当学着遮远的图。甲因跳舞，我嘛想袂啊，毋过伊看起来，有听到ココロ進化变做一个圆砖体，敢是加学足紧哈？有生足介意石头，什么货？你甲我拍？什么货金苹果？金苹果食起来应该真甜呢。细汉的时阵会捡石头，大汉的时阵就会困石头，甲石头困。一宿一宿。阁无啊？哈？困伫石头顶面。恁敢有看到遐有一丛树啊？才会伫海顶面有树仔咧。海的另外一边是，对啊，是安怎这个暗时遮久哈？来困一醒好啊。毋是啦，迄有一丛树啊，恁看。哈？哦，你讲这是湖，毋是海？无啦，这应该是海啦。敢讲你掠准讲？地球
球是平的。我有足侪图呢。航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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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航马。啊，毋过我无物件啊，有啦，插头吼，插头。卡啦，卡啦，我有足侪支啊。伫海上奇妙，那呢我会先做用足侪图甲海。我竟然会当甲弹掉哦！喂，来啊，牛仔！我今仔日咧奇妙，啊即马咧甲图较好调，较好平。有时毋是满晓呢。嘿，好啦，无毋过敢若无够宽呢。遮安尼敢有够啊？乌山，啊无遮也无平的所在，这应该无足。好啦，无咱有一个目标来学一个1点啊，对啊，这看起来真细，这以后要甲乌生甲心川关起来呢，啊是其实这内底就有够啊。那安尼应该就乌生，这你的房间，你就住遮好无？毋是，就是嘛无偌大，就是1点啊。我是想讲这片无足大啦，我有就是到遮。你伫无说伊甲物件弹掉，遮啦！我甲你讲，我就是要甲遮尔，就是即块1点啊，安尼差不多到遮，啊搁到遮，啊搁遮安尼，敢是敢若真大哈？敢若话伤大。好啦，我先甲遮真正这边就好。关起来是感情好才会关起来啊，对无？嘿，遮，我想着是安怎头拄是安怎头拄安尼乌黑啊啦？头拄乌是为着要用炭呢，是为着要找着炭呢，啊，毋过遮无炭，乌遮尔久，搁无炭。
用迄个插头嘛会使。啊，你就是爱加拍入心的名，加几改，那安尼以后，你就会当拍出正确的入心啊。遮先来去看觅。啊，放一张。敢若会动着呢？啊，无就先家己看。看安尼敢袂使？对啊。起一个庙，啊下骹是石头，那安尼这片地下骹就是石头。嘿，这可能爱，石头敢是烧了变较光骨？来看这石头啊，吃物件，嘿，我看卖哦，嘿。安尼好无？啊，安尼，卢比，拜拜。安尼石头嘛无够啊，所以嘛是爱继续学。总算是学着弹啊！就这，拜拜，等你哦。17暗晚9早。乌蛇蛇，喂，安尼就有火啊！插伫遮，哈？有火啊！有火啊！武松，你有看到无？有火啊呢！加学一寡石头，安尼等下就会当有水水的石头通起庙。D-sharp 暗晚9早，操见平安是无？但就心我的历届。等
担着心来处理。嘿，奇怪，这是安那？安尼，若是担着心有代志无做，毋就爱叫担着心来处理。若是担着心的代志，就毋是着心的代志啊。因为若是叫担着心来处理，就敢若担着心的代志，毋是着心的代志啊，对无？天花，就心在起庙。就心即马来讲，足侪石头，毋是讲啦，就心即马要捡足侪石头。互伊烧做石头。哎。石头。安中面阁遮暗，是安怎迄个炭遮尔少哈？今仔日就心毋是啦，天花，我甲你讲，就心脾气足好诶，则袂生气，嘛袂起性地。石头，放一半转去，一半我要做。毋是啊，我是想要甲拍招呼，结果伊就死去啊！伊就变做肉，变做肉嘛袂歹啦。石头，毋是啊，这片地真正看起来足细呢。是安尼讲足奇怪，毋过就心感觉家己逐工拢出头足侪啊。竟然还袂枵。其实有别人起好的庙，就像头拄安尼。哈，阿文，爱食饭哦。
的同时啊，原来迄天有甲恁讲，对呢，后摆再会哦。顶解就是迄天出海神的时阵啊，庙公就送互我一个，迄叫啥？敢是反正就是迄种软软的鸡卵糕，提拉米苏的款。伊软软哦，毋过我汤匙仔一插落去，汤匙仔就断去啊！害我后来搁去摕铁的汤匙仔。先甲这个空，无啊，我迄天有甲大家讲啦，我想起来啊。哒哒哒！无啊，迄软软呢。我毋知影月光原底冰伫倒啦，毋过摕的时阵就是凉凉，应该是微冰箱摕出来，毋过无定定啊。草就长的呢，嘟嘟，安尼洗裤啊，恁敢会头壳晕？啊，遮啦！哒啦，用水。啥物会水啊？看了，做两滴好啊。我即摆讲的代志，庙公敢会听着见着？应该袂啦，伊惯死啊！惯死，喂，啥物所在用水啊？这土敢有法度用水枪？啊！哦，原来是安尼。那安尼就先莫先来，爱先做出一个水桶呢。莫得呢。食饭哦，啥物坏蛋的阿伯，就是嘛袂去夹汤匙啊，这袂夹人。喂，提暗灯，老兄，啊我的咧。这片地愈来愈大，愈来愈宽，恁敢有看到？对吼，恁头拄仔咧，恁头拄仔咧订碗粿哦。阿伯，你招过婚呢？上悬啊！上悬啊！不要紧，这边
个真大。哒哒哒。哈？上到心之中，基本上袂想起脾气阁足好的查某囡仔。上好啊，上温柔的迄种。啊是安怎？遮个鸡仔拢无去啊？头拄仔毋是阁会看到鸡仔来？刚刚鸡仔真正遮尔少？啥物货啦？我则无法度甲你变做汤匙啊！捉紧！咱那边涂骹愈来愈完整啊！真正有要起庙啊！即摆才想到，也是甲头拄仔其实应该，就是哪行哪看，哪找看觅，敢有所在较平坦咧。这张地图内底应该有几个这种所在啦吼，毋过袂赴啊，足侪图，甲等你要海内底好啊。怪着，真正弹落去啊呢！其实就心是讲着心顾的话。准备啊，是拍地机。迄个话叫啥？土就兴互大地，而且等你要水内底的声足好听的，恁敢有听到？是安那有一只恁敢有看到？这是啥？伊敢是要掩饰啊？伊敢是要掩饰啊？你看，伊个。啥物货？竟然有水鬼！啊！希望你后世人会当莫搁做沉伫水内底的鬼啊！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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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啥物货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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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下，等到心你袂晓收水哦。Bruce 阿兰高早，
是我头拄点的光光哟。伫水内底无法度喘气 ，Rocket， 阿咱搞早，毋是啦。这地图，头拄迄工是啥物货啊？是咧就爆炸！哎，我涂骹一个空，袂要紧啦，安尼咱就回家开始做咱的庙。是安那？我连看都还袂看到伊呢。啊，无啦，哪会起上帝？无代志，当当。啊，毋过伊是安那？无，哪有要去上帝？恁毋通互白讲？无啦。毋是啊，这一点仔都无科学。恁看，是安那伊甲我烧到安尼，伊甲我烧死，啊！结果我的肉无熟，对无？爆炸！啊！结果我的鸡肉阁是青，无合理啦！石头，是啊，那是伊。对啊，伊肉无熟呢。肉无熟，是一个足大的代志。那安尼你看，我即摆阁爱开时间去烘鸡啊！啊，若是伊甲我爆炸的时阵，你看伊阁来啊！啊，我甲拍伊敢袂？等下，伊是安那无死？我头拄敢有拍到伊。对啊，我真正会当食足侪烘鸡啊！是讲，这是要去庙的所在，啊，我若干那甲顶面补起来，那安尼，若是有人无说你伫涂骹吐一个空，那安尼，伊就会摔落来安尼，爱哪拍哪走哦。保好啊，等下就看袂到啊，等下就看袂到啊啦，免紧张啊。没啦，就算头拄就心安尼。有啊，恁看，恁敢看会出来头拄倒位有破空？看袂出来啦。
通等下家己学着。无啊，房间哦，啊你看你的房间遮尔水，遮尔大间。什么声啦？是安怎？你管啥？不是啦。现在，我可要死去啊！我可要死去啊！我可要死去啊！我可要。其实吼，做一个死人，阁会当死第二届。伊烧起来，伊烧起来，伊烧起来，啊！伊敢若烧着我？紧食烘鸡啊！就想讲凊彩叫一个人啊！毋是啊！哇！哎呦！这是伊留落来吧？这敢会当食？我咧无泡呢。是安怎？我是安怎？我做枵，所以我有食物件。毋是，即摆要来去了。咱这个工程吼，绝对安全。毋是啊，就是物件就是安尼，一开始大家拢毋知影迄个物件敢会当食，就是先食看卖，才知影敢会当食嘛。毋过是安那我的人咧不泡。迄个炸弹搁来啊！你看，你看，哎哟！紧去，紧去！伊没说伊是安那，是安那，这叫你才怪啦！无啊厕所啊，武器，石头阁无算是武器哦。石头，是安怎？这叫你才怪啦！水水的花，我离我的庙愈来愈远啊！香呢？伊真古锥呢！
什么话伊嘛？哎，哦哟，恁真正有够无友善的啦！等下，因这无友善的，啥物伊会一直甲我叫嚣？阿酸狗仔，对我奇怪是安怎？这敢是报应哈？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啊，伊啥那一直伫遮？我拍到伊啊！你讲迄只芳哦？安尼敢有够大？敢若无呢？奇妙，哪会遮尔？啥物货？我无石头啊！这敢袂使？袂使！爱搁两笑才有法度呢啊！那安尼，先食物件。哦，伊是安那直接飞来飞去，而且伊足奇怪呢。你看，这敢是伊的头毛油啊？啊，我要创一支会当互我学石头的物件，石头。我听到奇怪的声，哒哒啦哒哒哒，哒哒哒，哒哒，哒哒哒哒哒哒。一宿，一宿。想学几粒石头，等下就会当去做石头的呀。大家拢是好朋友。你看，迄个人一直落伊的头毛油啊，而且是紫色的头毛油啊呢。有啦，我即摆。学地基，因为了解，这是一个过程。你看，迄个乌乌的人，伊的声足奇怪，伊是安尼呢？有鱼，抽根平安是无？啊好，抽根平安，高早，安高早，起哒哒哒，爱去做大景。譬如讲安尼，到遮好啊，就到遮。有想安尼有大景无？这毋是，还是甲我头毛同款的色？啥物人伊的头毛肤是甲伊的头毛同款色的？应该毋是啦。下土安高早，乌头啊，先种花。你看伊直伫遐，行来行去，毋知影咧创啥。安尼敢有够大汉有声？你的房间你看，
啊，毋过若是即摆起足大，等下就无。伊个骹足长的呢，而且伊死咧死咧。种花毋是种草，安尼，敢有够大？一定是我。你看伊飞来飞去，足恐怖啊！伊敢袂嘛凶凶甲我拍哈？哒哒哒，喂！咱来先甲主要的会当大的所在起起来。我即摆无卡啦。这嘛是石头哟，红色的，花光石是无？对呢。咦小，这敢若上远啊？头拄仔拍迄只奇怪的物件的时阵，甲我的宝仔嘛。哪有人做到一半袂记得家己在创啥？安尼敢正常？宝啊，含我的，毋是啦，是要做卡拉呢。看啦，即摆无想要提起这阿妈，伊竟然阁甲我留一个记录，讲我有迄只物件，炸好死啊，爆炸！伊头拄仔就是安尼，我根本就无看到伊，就砰，就死啊！乌头。今仔日明仔载开咱，哒哒哒哒，巴里拉丁，加乌一角哟，这头拄乌花光少的吼。明仔载开咱，哒哒哒哒，免惊免怨他。恁敢会就是，若是看电视，广告歌听咧，就雄雄记起来啊。
想着是惊头拄仔讲一半，头拄仔做一半的代志。我讲我想要甲这摕较晚咧。啪啪啪啪，啪啪啪啪啪，伫遮足近呢。Caroline， 暗暝牛仔。就在插头，就在插头角。什么会？哦，你是安怎搬迄块土四界走来走去啊？大家只要看到新起厝，以后恁就会当家己起厝哦。邓凯阿姐，喂咻，卡啦卡啦。你介意哦？哦，你是讲邓凯阿姐，还是头拄仔迄个落头毛虎的人啊？石头，邓卡阿伯。看到日头啊！阿姐阿伯。哈哈，总算是看到日头啊！我头拄仔无想到呢。乐卡阿伯，迄个乐卡阿伯故事，敢是饲一个查某囡仔？毋是饲啦，就是袂记一啦。敢是互伊钱？啊好，搁要互袂讲话啊？头拄仔要创啥？哎呀，是安怎会安尼咧？想到啊！正是，半边的山哦，无啊，就一点仔，一边尔。应该差真济哦。嘿嘿。草根平安，牛仔。对面的石头边看，我到这，咱就会当开始。多谢恁啊！半边山，对啊，应该就是这个意思啦。
新朋友。你酷酷啥？掉了头。你笑。向你讲完成。恭喜有生的厝完成，有围起来应该就算袂歹啊吼。新厝完成，无啦，我就是这敢若先围起来尔。哎，身躯顶的物件伤济啊。庆祝完成，来换一条歌。啊，身躯顶嘛要无食时间呢。好哟，我头拄仔讲想要去遐找食的物件，鸡啊！啊，无鸡卵，毋是啦，无鸡啊，剥出来。哒哒哒哒，什么货？你个高丽，个高丽。对无？恁看，这个庙的地基已经完成啊！啊，虽然讲下骹啊，搁食啦。我等下就摆一个蒙床互你啊！你甲新川做伙困，困到底。我会甲你摆2张蒙床，你会当上来困。头拄仔啥物人讲？哈，护士讲爱用羊仔的毛做蒙床。我头拄仔身躯顶敢若嘛有几个羊仔毛，也是过来迄个村民的厝内底。看有其他的，看有其他的，迄个叫啥？蒙床，无。啊，我的蒙床咧，啊？有先去上课要较熬哦。上这点蒙床啦，你是做少年的是无？你上卡可以，卡可以，你上亚米。迪亚，无想搞讲华语呢，啊，
代志足济。啊，白色的敢会使，还是紫色的？啊，像安那这羊肉扣袂起来啊？啊，黑色的羊啊，敢会有黑色的肉？对啊，奇怪。哎，恁看，扣袂起来呢？啊，我身躯顶又无位放啊啦。原来是安尼哦。啊，等条佫扣起来。真正是爱等入去水内底吼，潜入去水内底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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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桥仔色。好啊，我等下就帮你做一个桥仔色的盲肠。一个摸。需要啊！喂，啊，是你想要烟水色的盲肠？伊要饮死啊！伊要饮死啊！伊要……伊啥中毒啊？伊要饮死啊呢？要安怎？这敢有法度甲救啊？我想办法，你等下。你假死哦！你甲我骗！你甲我骗！你甲我骗！伊甲我骗！想讲伊要饮死啊！甲我骗呢！原底我是要救伊啊，结果伊家己就行起来，搁伫遐安尼，害我烦恼伊。别人家的熊啊，无物件。出去你搁甲我关起啊！盲肠，敢会当直接甲盲肠染色啊？就是脑胎啦，小可尔。就是，这嘛有盲肠，伊个无位啊。胖呢，涂互伊，甲伊用涂换一寡物件好啊，甲伊涂送哩。啊，我要，这会当种树仔是无？伊个厝两个门呢，足适歹。头拄啊，是为倒位来的啊？这个问题足恐怖的呢！若是我找袂到我头拄啊起的物件是要安怎？咱后摆搁重来哦。毋是啊，我是摕一款物件甲换呢，我有甲换。金龟。哦，阿酸让咱过分。这敢是我头拄仔学的？
你敢是我头拄学的？毋是啊，这若毋是我头拄学的，我头拄学会无直接去伫遮。这遮尼大片呢？毋过，毋是啊，我无啦，迄无共人诶。是嘛？淡薄啊。毋是啦，这个世界就是我的厝，倒位拢嘛是伫遮嘛。你看，敢若家己厝的灶骹咧，惊放弃这种代志，袂发生啦。有生恭喜你含心川，有两个人的梦床，当当当当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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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恭喜你哦！啊是这火应该会使你熟的无？有啦，这有成啦。敢袂当甲你熟？我敢若会当你摸，敢若摸会当你是无？我的参考度甲这足像啊，对无？我的参考度，大家敢有看到我的参考度？我的参考度甲我即摆起的。伊一开始嘛是安尼，好无？一定是安尼啊！我需要来。那有今仔日的就心拢无生气哦。大家一定要记牢这件代志。啊，虽然是讲就心原底就无啥爱生气啊啦，什么气上帝则袂咧。小姐，用插头好啊。安尼应该爱较济一点嘛。石头无够起啊呢。都嘛是，涂骹若是讲。石头，真正无石头，我即摆无石头，嘛无插头，我摕石头去烧，毋是摕插头去烧，摕石头去烧插头，摕插头去烧石头，啊，摕插头去烧石头，结果我即摆无石头嘛无插头啊，石头先摕一半出来。我特别帮你起的厝，你敢无介意？喂，再困者哦。生动去，甲你梦床摆做伙，甜蜜做一伙。当当当当，嘿，嘿，耶！完成。完
班上第一名。那安尼，就先生爱趁时间来收集少济石头才会使。这是我头拄啊学的吼。恁看这个空遮尼舒适，好佳再无摔落去，抱起来。我想要抱起来。今仔日的进度就是第一轮，等下就会去第二轮，刷落来就是地下室。对呢，等我楼顶去了，就会当来我地下室啊。对啊，你较巴结的啦。虽然我无看到。而且伫地下室会当，若是我用石头用手，敢有法度学石头啊？若是甲武生关伫楼骹，无予伊物件，伊敢是就学袂出来啊？那安尼伊就会当伫遐最安稳自在的，地动嘛走袂出来。袂使，安尼伤危险啊！帮伊留一个空啦。1秒钟，1秒钟，你经过1秒钟啊！有生平常时拢甲石头困，无梦床嘛无要紧啦。恁看，有天然的第2层呢。石头抱起来，这石头哪会遐尼少啊？一时仔就无去啊！开始学一个往地下室，地下室就较侪石头，对无？恁好听到奇怪的声。啥物货啦？还是啥啦？哎哟！啥人有遮侪怪人啊？因一顶一大顶几顶的呢？陆武生，你讲你的朋友啦？哎呀！因是要溜去倒位啦？我知啊！去找人斗相共。因是安那一大阵啊？这是西瓜无？西瓜是无？看来要来好，若是阮无，好哟。因是安那？因遮侪人呢？你甲断啦！你断伊啦！你甲断！你毋通甲我断！你甲断！你毋通甲我断！
甲你救落来。啊！就心足巧的对无？毋是，就心今仔日要做一个温柔的阿姐。毋是啦，迄是我训练的啊。我训练因爱甲人相拍，爱去甲人做好朋友。毋是啦，迄是传承。安尼，若是就心无伫咧的时阵，伊嘛会当保护家己啊，对无？这真重要呢。哈哈。毋是送互伊啊，迄是人我拍来啦，我是咧甲考试。莫哭，敢是就心讲了上有道理。火锅内底就是爱加蚵啊！啥物人的火锅无加蚵啊？冠生哦。无石头啊！是拍落来就会变做。鬼仔个梦，就是平常时看小地鬼啊，会惊。先互我看，两张无够许，也无3张合做伙，有较大张啊！恁2个人困3张网床，无石头啊！恁看，这个庙的形已经要出来啊！啊，毋过伊无门呢。我想甲挖一个坑。啊！我想起来，我头拄我是要伫下骹遮挖一个会当互我摕到足侪石头的所在。对啊，涂骹就是爱平的啊，毋是啥物涂骹下骹阁有空迄种，迄危险啦。奇怪，啊头拄仔毋是有？嘿，哦，伫遮。啥物货？我还未起好，你就要去别人兜住啊？我已经帮你起甲差不多啊呢。大家拢要起，那一定是着心机间上大间啦。
团，搁有团呢。那安尼敢会当行吧？你是不想要行吧？想要搁行吧？想要搁继续行吧？想要行面仔汤？哦，遮足济，毋过拢无甜呢。噔噔噔噔，足济团。啊，袂食啊！头拄仔有食胖，搁食烘鸡啊，搁食迄个叫啥？搁食烘猪吧，搁食啥物话？烘鸡啊，搁食生猪吧，成即摆安尼。天才的暗暗搞炸，这个声音啊，没啦。迄句话敢毋是讲爱食的囡仔袂食开？也是爱笑的囡仔袂食开啊！我找袂着了啊！对啊，即摆干那就剩一个人咧起票。我想要食碗粿。嘿嘿。这应该会有哦。他叫表公来创。Yellow Love 暗暗搞炸。足济团，足济团，足济团，足济石头啊！足济有人食。哎哟，谁那伫内底个伊伫住伫，伊住伫内底哟。你住伫内底哟，我甲你救出来，啊救你出来，你敢会甲我咬？
伫倒位啊？听着你的声，无看着你的影，听起来足浪漫的呢。看表公的安排，应该会吧？可是，再来问表公。奇怪，伊到底是住伫倒位啊？去哪里？啊啦啦啦！啊，外口乌啊！顺道换一个哦。哈。呀啊！啊啊！诶？啊，我头多一个，哦，啊，你啥？你，啊啊！嗨嗨嗨嗨嗨嗨！嗨嗨嗨嗨嗨！棒棒棒棒棒！诶，这是啥？哎呀，看起来就像刷鱼呢。哎呦！鸟咪的房间，哪里我来掠一只鸟咪入来互你啊？啊，毋过头拄有无说你就甲鸟咪拍死啊？敢有？啊，无啊，我是拍着鸡。哎呦！当当当当哦，过来看石头，甲塌起哩。诶，是安怎无继续说？放炭灰，是安怎会有三条毛？两个人困三条毛床，敢无好？安尼会足快呢？哎呦，哎呦！第二站。啊！庙的门，其实庙头前敢是拢有一个条啊，然后呢，才就会当去插头条啊安尼，对无？你看迄个怪人会让头毛区的怪人伫遐。白色的羊仔毛，好啦，来测查好啊。
搁查？哎咻！谁那这个茶头拢红红啊？啊，上悬啊！哈哈！一个人困三张蚊床，听起来真快乐呢。你看！律师就讲，逐摆只要律师细细念，就会挂着无同款的物件。我挂着白色的茶，品种无同。只要把这挂掉，哦，叶会家己放去。哇，紫色的、白色的，那安尼就会当帮有生起一个蚊床啊，做一个蚊床。这个色敢会使？应该会使吼。我嘛对你真好呢，搁来抬一只羊啊！弟呀！我想要饲鸡啊！哎呦，有啊！说的明呀？哦，喂，安尼敢会有用？安尼，花啊，不是花啊，花伫倒花？安尼，哎呦，嘿，我想我有甲你做一个紫色的蚊床哦，啊，毋过我袂做出来。鸟尾，你看你的鸟尾，命中注定你要留伫遮啦。鸟尾，啊，毋过就是无鱼仔通甲伊饲呢。看一下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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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喂，哎，蛋笨手，不是蛋笨手，无说你讲出来啊，这是要献给大自然啊！穿衫，
车。一宿。哒哒哒哒。我无甲猫仔欺负啊，我哪有欺负猫仔？我是想要掠互你呢。一宿。熊啊！毋过，等伊烧了，甲鸡肉换起哩，烘鸡啊！做一个门。庙的门应该是拍开的，就是应该是无门，啊毋过即马先放一个门伫遮，才袂互怪物件走入来。哎咻！安尼应该有够。小，我一小，冻着家己啊！诶，已经无鸡啊，鸡啊，鸡啊，就鸡啊！对吧？所以差不多啊，特别做互你的呢。等下就帮你做一个新的门床啦。这个小敢袂使？叫我小的门床，安尼，甲你困，甲你斗困看觅。小客大楼，这有信众大好啊！信众大伫遮啊，我的烘鸡仔应该好啊，烘几暝呢？烘烘烘烘。新妇最好侪芳，啊，毋过这芳啥那毋免烘啊？鸡卵，鸡卵，啊，袂做好啊！阮遮较流行塔做伙啦，大家相亲相爱，互相相疼。啊？什么3粒鸡卵竟然无一只鸡啊？有吧？地毯、线、金花，你呀，你按等一下，今晚应该让忙啊吼。
带足侪鸡仔转来厝。听起来足好食，恁大家拢食面哦。安尼就心胆的嘛想要食面。碗粿啥物货？你中昼食碗粿，暗时嘛食碗粿。免费暗顿食菜哦。听起来嘛足好食，就是嘛足介意食沙拉。饭丸，即摆饭丸有足侪口味呢。鸡腿饭，鸡腿饭。头摆恁讲暗顿食啥的时阵，就心中足想要逐项拢食，逐项拢想要食。鸡啊，我甲你请，你要来阮兜大无？鸡腿饭，你看伊叫鸡腿饭，伊甲我看，我甲叫伊甲我看，鸡腿饭。伊是鸡腿饭，啊伊是鸡肉饭，伊是足济，因足够水呢，足够水，恁甲我倒来，恁倒我来哦，恁倒我来，我分袂清楚倒一只是鸡腿饭啊啦。焦虑天堂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来家来家，哈，恁看，足济，甲门关起来。就心吃啊，就心吃啊，就心吃啊，食饭。我想，你的房间即摆有足侪鸡仔呢。饭较紧大汉，伊嘛食袂，伊嘛是食袂饱哦。啊，就心吃啊，就心吃啊。啊？敢5星级，敢有成？这就心吃的鸡仔呢？你看，你的房间阁会当生鸡卵啊！鸡仔囝，哒哒哒，喂咻！你等下就转来啊啦！喵就是爱友善啊，对动物友善。我用心计较呢。你看啊，因走袂出来，迄敢是飞机？袂使被盲藏出来哦。喂咻，喂咻，喂咻。耶！足侪鸡仔呢！代表恁饲鸡。你看，真是即摆叫做啥？一条龙，伊若生人，就
就会当有搁较济鸡啊。啊，若有少济鸡啊，而且有烘炉，就会当直接烘鸡啊呢。啊！家己吃，家己烧，对无？鸡腿饭，鸡腿饭。啊，帮因点一寡电火。以上，后盖就帮恁做汤啊，免惊哦。大汉才会摕来食，恁着安心啊，大汉。以上，咕咕咕。安心啊，大汉。石头奇妙，哈哈，无声，哈哈哈，做在鸡啊，做古水，啊，敢袂当有猪啊？猪啊，敢有食这？猪啊，敢有食这？啊是牛？你先头拄仔敢是有看着牛？牛排、斯德基，搁有啥物火糕？羊桃、桃尾，敢是？敢是？嗨！食这哦？哪安尼？你咧？你食啥？伊嘛食，伊甲我的物件食去，啊，毋过看都无爱看我。羊啊，羊啊来！你的良心到底在哪里？伫遮啊！良心遮大了的良心。你竟然无看到，就是良心。啊，羊啊，羊仔囝来，来遮，对我来。猪仔毋是食这哦，羊仔来。一宿。啊，我的厝伫倒位啊？伫遮哦。是加油啊！我头拄啊，加油吧！歹势啦，希望你无看到。莫伤心哦，遮有鸡呢。对啊，动物信众啊，头拄门无关。唔知影敢有走出去？喂，啊，你看，鸡啊，鸡啊，唔是啦，这是起庙。啊，想讲有想定定讲家己是孤儿啊，那安尼若是伊有搁较济伴，安尼唔是足好诶。
迈过来哦，迈过来哦，迈过来哦。我就讲我会甲拍死。饲鸟啊！我头拄有看到鸟啊，啊，毋过就心仔袂好，啊无我就钓鱼啊。哒哒哒哒，我要食生鱼意面，我要食生鱼意面。我要食生鱼意面。啊！生鱼意面好食。喂，你看，足老嘞嘞呢。哎呦，蒸鸡。鸡腿饭，生鸡仔囝，鸡仔囝生做做，真正 baby 生饱的，啊，排队。食过啊，哟！啊，竟然有怪物伫遮！那呢，敢无人要收买就心？啊，平常时就是照三顿食啊，有的时阵会有下晡茶，搁有宵夜啊。再是我中昼的时阵，嘛会想要搁食一顿早点。老乡，我爱你呀！我爱你，才会得。你看，我送这么多物件给你，这么多鸡仔给你。哇！差伤侪机啊！蜜蒜，内底足侪鸡仔呢！哦，你看，可是一只奇怪的炸弹。鸟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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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鸟咪呢？米线够好食，而且还加盐水。是安怎阁有姑娘茶？如今想要啉？奇怪，我转来找你啊！
是啥？嗯？这就，这是啥？有牛呢？啊，有牛呢？牛？因开起甲真水呢，还是着先来学一下。一宿，一宿。啊，漏水啊！啊，哦，淹水啊！是安那就先袂叮当。等下，是安怎？即摆是发生什么代志？是安怎？是安怎无法度叮当？不是啊，偷多一个，当当当当，你好，这是你好的意思哦。我来看卖恁兜有啥物物件。多谢你哦。这边等下我还袂去呢。哦，今仔日时间敢若要差不多啊。那安尼我甲，这是啥？无去啊。这是啥？换一个物件较看，捡到啊！做药水的哟，大家拢要来起庙。牛啊！就先看到有法度把这牛带转去，好无？哎呦，试看卖，恁食这着无？来。淹死哦！不过这应该有路。恁敢有法度？我甲恁起一个，安尼敢有法度？会使吼，来。一宿。你说，恁看这个草拢互恁食掉啊！来，伊是啥？伊嘛要来哦！你嘛要来哦！你嘛要来嘛是会使啦。你说，来，我甲恁讲，来阮兜有足侪好食的物件哦。比如讲鸡啊，搁有牛肉。一宿，若是恁来，以后就有牛排啊。一宿，食啦！你要去倒位？食，一宿。一宿，
笑，你看，要到啊，要到啊，要到啊！一笑，你要到啊？足紧就会当食牛排啊！一笑，来呀！一笑，喂，耶！偶像，牛排，牛排，诶，是细只牛呢？那安尼，今仔日一笑来提安尼，今仔日的时间就差不多到这，多谢大家来陪录心奇妙。今晚就互咱的鸡腿饭、牛排，搁有羊肉炉来和大家讲再会。锵锵！明仔载，对啊，即摆起庙啊起庙，毋着爱有物件通食。明仔载，明仔载，暗时7点，明仔载下暗7点，共一个时间。毋是啦，7点毋是共一个时间，7点到9点，就是来继续来起庙，绝对毋是饲鸡仔啦。啊，恁爱记得哦，这只叫做这只，伊是鸡腿饭，这只伊是牛排，啊，这只是羊肉炉，足欢喜的啦！生足侪食，哎笑，安尼，今仔日就到这咯。大家若是还未食饭，爱紧去食饭哦。拜拜，大家晚安。哒哒哒。今仔日的进度补充报告，今仔日的进度就是咱家这个地。用好清气，而且起出这个壁堵，啊，搁有武乡的盲肠、因先生的盲肠，搁有新村的盲肠，搁有冠生的盲肠，因4个人拢会当伫遮，安尼敢是足好诶！大家再会，乌龙阿曼、Caroline 阿曼、阿酸阿曼，多谢大家来哦！